所以咱来看新北市一个新的制度，为9月份开始，矿业红仔机的场所都要离国校啊、甲国中100公尺以上。若是伫咧主题区的，暗时10点到过灯工透早8点，这个时间要营业，都要有管理的机制。若是拄着状况，半点钟内要有专人去现场处理。大部分的业者是拢愿意配合，不过嘛，呼吁市府爱提供补助甲辅导。业这套米的机器内面，啥物拢有，都是希望社民众来消费。不过新北市自作宣布贩卖事业管理自治条例，就要伫9月上路。其中有2项重点，第一个就是这种机器的营业场所，要离国中小、高中100公尺以上。第二，伫主题区，若是伫暗时10点到过灯工早起8点营业，都要有暗时管理维护计划。拄着状况，30分钟内都要有专人到场。会爱算这个人，一般拢是学生甲爱算的人袂去算啊。店家也处理有限呢，因为通常遇到这些事情，应该都是直接报警。希望他在店里面做好一定的摄影设备，来保持现场的一定取证，还有录影的技师看到影像的安全。那另外，我们也会希望他有专人来做夜间的管理。营业场所爱离学校100公尺，业者反映讲，亲像台中、桃园、高雄、台北，拢敢若规定50公尺，呼吁市府会当予因补助和辅导。另外，暗时管理维护计划需要时间来规划和执行，9月进前会上赶，希望会当延一下。既然法令过了部分来讲的话，那是否也应该有更充分的时间，让我们准备这些，来达到夜间可以经营的一个部分。经发局讲，目前已经收到超过50间的业者送寄暗时管理维护计划，大概已经核准20间以上。强调讲，业者若暗时的时段无被营业，无强制铁门一定要关，只要机台无通电、无营业行为就会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